Hello，大家好，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美匯指數今日上升到去4個幾月以嚟嘅高位，已經逐步向98數值呢一個嘅高位阻力咧去作出個試探嘅，亦都係反映緊投資者此刻去揾一個資金避難所嗰個嘅需要或者嗰個嘅迫切性喺度啦。今次投資者去揾避險工具嘅因素，應該會係嚟自 IMF， 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最新嘅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喺呢一份報告入邊啦 ，IMF 就將今年同埋出年嘅環球經濟增長預期咧下調0.1個百分點嘅。目前為止咧，佢哋預計今年環球經濟係有3.1% 增長，同舊年一樣，係金融危機以嚟一個最低嘅水平啦。而出年嘅經濟增長預期咧就將會溫和上升到去3.4%。不過 IMF 就警告話啦，英國公投嘅影響可能會隨住時間嘅推移啦，先至係逐步湧現嘅。因此啦 ，IMF 其實係全面下調咗出年歐元區嘅經濟增長預期，特別係英國增長方面啦，佢哋下調咗英國喺出年嘅經濟增長0.9個百分點，去到1.3%，而德國咧就被下調0.4個百分點，去到1.2% 嘅經濟增長。IMF 下調歐元區啊、德國啊、英國嘅經濟增長咧，其實都係基於一個良性嘅假設。良性假設就係話當脫歐嘅談判係冇事冇幹、冇破裂、正常嘅時候咧，先至係會有呢一個經濟增長預期啦。即係話，如果喺談判過程之中有啲乜嘢嘅負面嘢或者係破裂嘅時候咧，佢哋覺得今年嘅經濟增長咧就會係下跌到落去2.8%嘅。由於美匯指數繼續向上發展嘅時候啦，歐元、英鎊同埋澳元咧，應該都會係被拖累嘅，3種貨幣都可以睇淡一線。相反地啦，日元應該此刻都會係成為一個避險嘅貨幣啦。因此日元應該可以掉頭上升，有上升嘅空間，睇高一線嘅。好啦，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再會。